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rble Race 嘅時間。今日我哋專程請嘉賓嚟幫你落波子嘅，大家先睇下條賽道先。衝落去，呢度完畢。咁請嘉賓幫我哋落波子啦！3、2、1 ，start！ 小粒啲衝，大豬啲本度第一碌衝。有請嘉賓可以離開。4都落咗去。Elevator 開啟。冇死機。4粒，開始衝擊，第一粒衝，第二粒衝，第三粒衝，但係3粒都去晒呢度，淨係得1粒成功咗。呢3粒我幫佢一下，我幫佢一馬。全部3粒都跌晒入地下，有1粒去咗遙遠，第2粒去咗呢度，所以今次Marble Race就告一段落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我條片 ，like 我嘅片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，送上一個大家祝福嘅就係冧橋，拜拜。